哥咧就喺香港做嘢嘅，有時喺集團嗰度咧有細記錄，佢個夾班咧的士佬咧車佢做雞咯，係啊，車佢接客上客啊嘛，有客到就有的士佬幫佢車佢出入㗎啦，起碼的士佬邊兩個幫呢班臭雞做運輸嘅，收埋去買服務稅，同你哋閪下稅，同埋徵收稅，點解啊？因為幫佢做嘢運輸啊嘛，佢協助呢個妓女進行謀殺同謀害啊嘛，屌老母啊的士佬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個案件起翻晒出嚟，屌老母，坐交通意外，只要你嘅妓女肯指出邊兩個同埋的士佬肯指出邊個叫策劃交通意外謀殺嘅，我肯免除你啊電腦閪客稅，如果唔你企出嚟兜明影埋你相㗎，屌老母，同你對人頭對埋個名，收埋電腦閪客稅。同埋人服務稅、閪徵稅、徵收稅啊！講笑啊！最緊到你死為止冚家鏟，謀殺 fuck you 香港臭蝦頭 fuck you， 死安德利同出嚟講嘢，如果唔係就當你有份做，睇得晒出嚟講。死安德利同成間嘢吊銷咗你牌照佢，我哋收細路仔老母咯，仲心，屌老母戇鳩，成班白痴嚟嘅。出嚟講嘢，死安德利頭，邊有個大佬啊 Art of Living sale is on now. Save up to 50%. 死臭鬼扮晒嘢3、4係啊！誰講嘢啊？死臭鬼，食屎啊！兩家鏟！只要指出邊條印度鬼死臭鬼係鳩水嚟搞假結婚嘅，係啊，同埋受交通意外虐待兒童謀殺，同埋食物落毒，邊個叫你出嚟轉閪水個世界嘅，轉閪水個 community 嘅？你係指出邊兩個冚家鏟死臭鬼同印度鬼嘅，我免除你個買服務費，我免除你閪徵稅同埋假徵稅。如果唔係你就係負責呢個 murder case， 出去屌柒佢啦，冚家鏟，坐監打靶咯，屌老母你戇鳩啊！當全世界，你 murder case 啊，謀殺啊！屌老母，邊個策劃交通意外嘅？你出嚟講嘢，香港臭蝦頭，成閪得你度，扮乜嘢啊？你出嚟講嘢就當喺你度吊銷你聖安德利堂牌照，我老公吊銷你聖安德利堂牌照，邊兩個做嘅？我哋湊細路仔變成社區中心，咁白痴嘅成間聖堂，食你有冇受惠啊？聖安德利堂大佬出嚟講嘢，佢老母戇鳩，死臭鬼扮晒魚蝦蟹。放於度香港臭蝦頭，放於度香港聖安德利堂尖沙咀，你出嚟講嘢啊！聖安德利堂，只要你係指出邊個叫你策劃交通意外嘅，放於度香港臭蝦頭，明文指出啊嘛，明文指出當你係做嘅，屌佢老母，車牌全部認得晒。飛機場嗰啲全部起撚晒佢，屌你老母！94271飛韓國航班，94271冚家鏟佢，航班成班賊嚟，韓國成班恐怖分子94271航班韓國，屌老母！香港臭蝦頭！邊個臭閪公叫你喺溫哥華同埋香港策劃交通意外謀殺嘅？只要指出邊兩個叫你進行策劃交通意外嘅，我就免除你嘅買人服務費同埋閪徵稅同埋屌閪客稅。如果你唔肯指出嘅，就當係你做㗎，屌老母！放要香港臭蝦頭，屌老母啊！死臭狗，放要香港死臭狗，屌老母！屌撚死佢冚家鏟！我戇鳩，住你媽天上人間，住你媽出嚟唱歌，住你阿媽出嚟收幾歲啊？喺邊度收啊？去天上人間啦，天上人間對數，係啊，天上人間喺邊度？喺總部啊，總部嗰度，係啊。住你阿媽去天上人間，喺度
收數啊！準備啦，搭飛機過去啦。我媽咪過嚟同你揾你收數咯。係啊，你揾我媽嘛？你揾我媽？我全部我媽出晒嚟同你收數，3萬服務稅同埋徵收稅閪收稅，冇錯啦。咁你揾我媽，咁你揾佢阿媽，咁咪揾翻你阿媽咯，冇錯啦，係咁樣啦。By this point in the day, the shade was getting close to the corner of the control panel, so I rotated. 你做咩跟住細路仔啊？你想湊我仔啊？ You can see by the partition. 咁我去收錢、收書數、收家用啊！家用啊！你嚟湊我細路仔啊嘛，過嚟咪同佢收書數咯，就咁決定，叫晒阿媽出嚟同佢收數，3萬徵收稅。照顧細路仔做咩啊？成為一個結構性、核心技術支援系統，將啲錢轉去俾細路仔，基本600蚊。叫晒臭港女出嚟，邊撚個因為呢件事嫁撚咗俾死臭鬼嘅？叫你出嚟講嘢，叫佢指出嗰班死臭鬼，叫你做過乜撚嘢，全部講晒出嚟，涉及謀殺啊嘛！屌你老母，講笑話臭閪講。臭閪婆，屌佢老母！佢個竇嗰度收，公司啊，所以公司又收得㗎啦，冇錯啦。就係咁樣，對埋人頭，簽埋個名。只要你肯指出，使閪佬出嚟，閪衰啲嘢嘅，出嚟轉閪衰啲嘢，你可以有機會免除1萬服務稅。佢使閪佬出嚟，叫班港女，叫班大陸北妹嫁咗臭鬼嗰班啊！係啊，邊個上過你啊？賴得你最舒服嗰死臭鬼啊！指佢出嚟，係啊，你唔撚講嘛，就當你做噶啦！呢班北妹當你做，拉你坐監。溫哥華嗰度起撚晒埋佢屋企。起撚埋嗰班北妹屋企啊！你唔撚講啊嘛，我當你做咯。邊個叫你出嚟謀殺嘅？抄個交通嘅謀殺，食物落毒，虐待兒童，機場放炸彈，國際機場放炸彈。邊個叫你出嚟睇住 block 住個機場啊？邊個叫你企喺機場度 block 住條路啊？背後策劃交通意外謀殺同埋放炸彈。香港國際機場、溫哥華國際機場。They put a bomb in the Vancouver airport and Hong Kong airport. They put a bomb in the airport. They ask the people walk around and stay there and blocking the people. And afterward, they put a bomb on it. They plan on it. I know that. I heard them saying they put a bomb from India. OZ217. OZ271. OZ271. OZ271 to Korea. We have record everything. Fuck you the motherfucker！點解肯指出？係啊，北妹啊，邊啲叫你閪衰啲嘢嘅？免除你賣人服務稅，咁當係你做咯，當你跨境賣淫集團咁，跨境謀殺咯，當你係。做間北妹出嚟講嘢，有寫個班，你當戇鳩啊！屌老母溫哥華，起埋你屋企咩粗攤？你做咩粗攤啊嘛？病烏魔嘛死八婆，屌老母啊！4個 level， 第一 level 發啲消息出去，第二 level 貼街照，第3個 level 喺下面步撚住佢，睇下前後左右點樣行，第4個 level 去個單位兜面指撚爆佢個頭，喺樓下人群隔離圍撚住佢嚟指，一落嚟即刻指撚住佢，屌佢老母臭閪，攞住張橫額
升到第4個 level。屌你老母！fuck you 你印度鬼玩嘢！ fuck you 你 Indian 粗啲雞，粗你老母臭雞！粉檔啦，其中一條街咧叫電台街，好多麻煩要喺度上面嘅，係全港最公開吸毒嘅地區。fuck you 你 Indian 粗啲雞，粗你老母臭雞！粉檔 fuck you 你 Indian 粗啲雞，粗你老母臭雞！你同粗啲雞。其中一條街咧叫電台街，好多麻煩要喺度上面嘅，係全港最公開吸毒嘅地區。有時呢啲 fuck 你個臭雞，粗你臭雞！叫晒北妹出嚟，燒晒啲雞佢，問佢邊撚個叫佢指使佢出嚟做嘢嘅，睇水啲嘢啊，虐待兒童謀殺， What's the definition? Fuck you！粗啲雞出嚟，做啲雞出嚟，又要 support 全部收埋服務稅、徵收稅。開心，因為粗你老母臭閪！就算出面世界發展成點，煮你阿媽出嚟唱歌，煮你阿媽出嚟收雞稅啊，有錢收啊！自足嘅經濟圈，全面生存唔到嘅人，或者係反對嘅人，屌你老母臭雞！白痴，stupid people！租佢出嚟，租啲雞出嚟，收埋服務稅，40年前開始收。只撚住壞白痴。只要你肯指出，邊個叫你閪衰啲嘢嘅，我就係減你埋服務稅。如果唔係你141%全部要承擔晒。粗你出嚟啊嘛，粗啲雞出嚟，即係九龍新界嘅99年左右。粗啲雞出嚟啊！隨住中英聯合聲明咧，1987年香港政府宣布將分3期去拆咗九龍寨城，一度係成為香港10大新聞之一。港府喺當日亦都公布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處理清拆同兜面紙膠住壞白痴。處喺公務之後，立即派人喺城寨為商戶同住戶登記。城寨嘅樓宇本身就係唔合法嘅 building 嚟㗎，冇受監管。喺清拆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大樓根本係冇地基。清拆人員執行任務嘅時候，遇到拒絕搬遷嘅居民揮刀反粗你阿媽出嚟，叫你阿媽出嚟唱歌。要緊急增援。興建18個月後，城寨就會消失。但係清拆呢條麵包有可能拖到1997，有待特區政府嘅解決。由戰略重地到城市到地方，九唔搭八都唔知阿媽拆。九龍寨城本身條叫住你阿媽出嚟唱歌咪清楚佢啦嘛。需要一次又一次咁隨便收埋雞水對埋人頭， 93年佢包兜面，任務由罪惡唔使俾面佢㗎。變咗一個咁靚嘅公園啦。同一位置再聞唔到寨城嗰陣除，換嚟嘅係清新空氣。九龍寨城呢塊牌咧，唔夠北妹出嚟問清楚佢。攞錢天堂使，年年俾日本仔攞埋去抗。攞啲萬服務稅做人同埋間，百幾年前嘅一座大徵收稅，仲要寫 .com 對人頭，仔對人頭啊！一寫 .com，18區對人頭，叫媽一齊上對人頭收埋條，多謝各位不正常。買人服務稅，服務稅嗰度嚟，好題材嘅話咧，不妨咪攞錢湊仔啊！閪下稅徵收稅，香港你湊我個仔，手徵稅，加徵佢咪稅，收書數？寨城嘅畫面咧，5月1號起我建議叫你阿媽出嚟唱歌，嘅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叫你阿媽出嚟收雞稅，逼真到以為新。俾你㗎嘛，俾你阿媽㗎嘛，我睇優先場嗰陣，你上一收咪得㗎啦。到散場嗰陣，因為太肉緊，俾我揸爛晒。對人頭，我有30張九龍城寨之圍城。煮你雞出嚟啊嘛，煮雞出嚟，快啲去我哋不正常研究所。煮埋阿媽出嚟，煮阿媽出嚟，做啲雞。同埋撳埋隔離個鈴鈴，咁啊每一次出新片嘅時候咧，你就會成為大批收落方嘅觀眾㗎啦。思考題：你有冇去過九龍寨城咧？裏邊究竟係點樣㗎咧？最後，如果激進係新常態，客觀反而係異端嘅話咧，我哋不妨激進地客觀啦。3、4